我大个钟头就伫要举办修行节啊！阮阿兄叫我来唱拿，挽一寡修行节料理要用的野草，一个无细哩，我所跋落去深汪汪的烂地，我已经无救啊！不过，若是你会当甲我的手扣咧，凡世一切都会改变啊！你稍等下哦，我当咧烦恼。都到这个坎站，你阁有啥物代志通好烦恼的？你的手真垃圾。即马绝对毋是计较这款代志的时阵啦！而且小姐，世界上的大人拢是足垃圾的。反正我是头一摆拄着无你前面的垃圾，会当阁互我一寡时间无？我会想着对深汪汪的烂地，甲人诱出来的魔法。